係其中一個比賽項目，近年多咗女性參與㗎。估唔到你都有翻2、3下散手啊嚇！嗱，呢句説話大家喺電視中成日都聽到㗎啦。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散手其實係乜嘢意思呢？原來散手即係武術之中嘅散打，喺技法上大致分為拳法、腿法同埋摔法，所以又叫做中國式嘅自由搏擊。咁仲認唔認得紅方嗰一位呢？係前香港套路代表杜宇航，而家佢就轉戰散打。自己喺套路嗰邊咧已經覺得又攞獎牌啦。其實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其他個形式咯。我練習咗幾年啦時間啦，鍛鍊到自己嘅體能，因為要求高好多嘅體能，同埋可以用到自己本身喺國術方面嗰啲動作啦。佢又話：雖然散打屬於對抗性嘅運動，有翻一定嘅危險，不過只要喺專業導師指導之下，一樣係適合青少年參與㗎。嗱，好似我咁咧，3兩下散手都冇嘅人咧，捱打都唔驚㗎，因為咧散打運動員都要錯咁，全副保護裝備。港隊正透過唔同嘅比賽嚟到選出男女子嘅代表出戰東亞運動會。武術同埋散打呢啲運動比較男仔咁樣，我就想睇下佢有點樣男仔法，咁所以就好奇心想玩。香港武術聯會就話會舉辦更多嘅活動同埋比賽，令到市民多啲機會接觸散打運動。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喺度。唔該晒。香港舉行嘅東亞運動會，散打係其中一個比賽項目，近年多咗女性參與㗎。估唔到你都有翻2、3下散手啊嚇！嗱，呢句説話大家喺電視中成日都聽到㗎啦。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散手其實係乜嘢意思呢？原來散手即係武術之中嘅散打，喺技法上大致分為拳法、腿法同埋摔法，所以又叫做中國式嘅自由搏擊。咁仲認唔認得紅方嗰一位呢？係前香港套路代表杜宇航，而家佢就轉戰散打。自己喺套路嗰邊咧已經覺得又攞獎牌啦。其實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其他個形式咯。我練習咗幾年啦時間啦，鍛鍊到自己嘅體能，因為要求高好多嘅體能，同埋可以用到自己本身喺國術方面嗰啲動作啦。佢又話：雖然散打屬於對抗性嘅運動，有翻一定嘅危險，不過只要喺專業導師指導之下，一樣係適合青少年參與㗎。嗱，好似我咁咧，3兩下散手都冇嘅人咧，捱打都唔驚㗎，因為咧散打運動員都要錯咁，全副保護裝備。港隊正透過唔同嘅比賽嚟到選出男女子嘅代表出戰東亞運動會。武術同埋散打呢啲運動比較男仔咁樣，我就想睇下佢有點樣男仔法，咁所以就好奇心想玩。香港武術聯會就話會舉辦更多嘅活動同埋比賽，令到市民多啲機會接觸散打運動。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喺度。